哎，这个高三一班真的那么厉害啊？赖老师，你这是把他们往虎口里推啊？哎，年轻人嘛，要历练历练，是不是？赢得起，输得起。哎，老师们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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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大家都凑过来啊！还是老样子啊，不错装。你们现在开始下注。出车！你搞什么飞机啊？你敢在学校公然赌博你？我们班500，我们班200，我家我们班400。收钱。你们这就是娱乐娱乐，这样看起来不会更有意思。哎，对，老师，你想下哪个呢？不错，你完全没有把我当一回事儿啊！哎呀，我这个月花的有点多了，就剩2000块钱，不过我可全压了啊！压我们班赢。玉虎、于东，加油！我们一定能赢的。不错，麦老师，这个篮球比赛的下注不限。这第3节还没结束呢，为什么不行？这个球赛都已经打成这样了，会不会没有什么悬念呀？这个赌注呢，本来就是为了激励大家。比赛中，什么事儿都有。这样，要不老师给你们买保险吧？啊，你要下多少呢？据我观察呢，你们大部分人把所有的钱呢，都压在了高2、200，大概有5000块。老师呢，马马虎虎也凑够5000块，压高3。一来呢，让你们长长教训；二来，我也可以赚点小钱花。廖老师，你也太得劲了！只有我们班的班主任，你这人家别的班，你也太狡猾了你！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对不对？凡事应该有两面性来考虑嘛。我这是在帮助他们，激发他们的上进心，让他们懂得什么叫做知耻而后勇。再说输了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也可以压他们一点点啊。赢了呢，我可以请大家吃饭什么的，这叫做取之于民，动之于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老师看看啊，这老师刚刚开始上班，钱也不是很多，这些钱呢，算是我的心意啊。我是真心希望他们上这么些。哎，加油！是啊，怎么样？这我的功劳最大吧？我的也不小啊。回头给大家论功行赏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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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，你干嘛不起来说话？啊，我错了。哎，我错了。所有人都压了高3，唯独你压了高3100。谁第一了？比赛第2啊！我先走。小马是个兵。没事没事，想起来了，身稳素质，我很淡定。可是你把这种语无监管呀。